無論你嚟香港玩定係去深圳，都會見到好多香港人都孭住個背囊㗎喎。咁究竟裏邊擺咗啲乜嘢嘅呢？首先係水杯啦。嚟過香港嘅人都知道，香港便利店嘅水實在太貴啦。天熱嘅時候，你買水啊，閒閒地都已經使咗20-30蚊。但係喺港鐵同埋商場裏邊就有好多免費嘅飲水機，唔想喺飲水嘅問題上面花費太多嘅錢，就可以帶備一個水杯就可以解決啦。最近香港經常都落雨啊，我隨時隨地都會帶備一把遮噶。仲有大家都知喺香港借充電寶租金都非常之貴噶喎，所以我都會帶備一個大容量嘅充電寶。仲有係紙巾，香港大部分餐廳嘅紙巾都係要收費噶，每次食完飯想搵個紙巾抹下嘴都難啊。如果你要喺餐廳入邊買，仲要收你6蚊添噶，咁當然係自己帶啦。仲有啊，你哋喺香港出門一定記得帶香港嘅身份證，因為喺香港隨時都會俾警察抽查。咁你哋話咁多嘢係咪真係要準備一個背囊呢？你哋仲有啲咩想知噶？歡迎留言話俾我聽，下期為你解答。